咱这条路对迄个炮校遐10米，啊，佮甲经过高速公路，佮延伸入来咱的社区，所以无论是这个道路交通会平顺啊，佮安全以外呢，对这个排水也有影响。咱这条新人桥还未做的时阵呢，就是拢每一摆大雨来，就是拢大水淹过来，地势后甚至桥舍有淹到叫走去。啊，我咧半暝啊，我拢爱踮徛这个桥头遮，而且咧顾遮即逐个老百姓属于财产的问题。所以呢，我经过咱立委啊，甲咱的市长吼，安尼即几冬，甲咱斗下手，互咱的新人桥来配合炮兵校后壁面的连外道路来完成，要来接咱北市里咱的仁爱路，安尼咧，互咱新埔佫增加一条会非常足够出入的10米的大路你行，嘛，互咱农民而且做实的所需要的，会当达到因的需要，百姓有需要会当带动咱地方的发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关庙区炮校10公尺连外道路至国道3号路段，在民国108年即完成开辟，但这条道路上的新人桥桥梁长度不足，雨季时容易受淹水之苦。为解决水患问题，并希望将连外道路往南延伸到社区生活圈，台南市政府进行新人桥改建，并将连外道路往南辟建至关庙区北新街，让当地交通网络更顺畅，居民生活也能更便利。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今天来看到关庙新埔里的新人桥这个地方原先它只有这个67米长，那经过改建重新改建之后，那截弯取直，反而桥长变成112米，所以水的这个河流的这个通水断面因此而提高，那水位也会比较容易排泄出去。第二点，它的工程费用总共1.39亿，台南市政府出了8300万，中央补助了5600万，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能够让在去年6月的时候动工，今年9月就完工，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公务局还有包商、承商他们能够很短的时间内1年多就把它做好，这样子让这周边的民众能够对于在这雨季的时候的通车会比较顺利、比较安全。那我们可以看到背后还有这个水利署六合局在做这个堤防，如果堤防也做好了，河面变宽了，桥面也变宽了，那这样子会淹水的几率又大大降低。我们谢谢这样的一个工程。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21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年底选举上午进行各处抽签，台南市长候选人的部分，柯中信、林义峰、甲吴炳辉3位亲身到场。另外，民进党的黄伟哲、甲国民党的谢龙介，这是推派代表。抽签的结果，柯中信抽到签王1号、2号林义峰、3号谢龙介、4号吴炳辉、5号黄伟哲。今年11月2日到下一选举，台南市候选人各处抽签，首次采用分区来抽，无像过去集中伫同一个所在。其中市长甲2区原住民议员候选人的部分，21号一透早伫选委会举行。5名市长候选人当中，柯中信、林义峰、吴炳辉亲自到场，黄伟哲则推派青年代表代替抽签。谢龙介嘛派议员服务处执行长代表，其中柯中信先抽到签王。许忠信抽中1号，黄伟哲抽中5号，谢龙介抽中3号，吴炳辉抽中4号，事事如意。林义峰抽中2号。我们一马当先呢，这是我们上苍协助我一个人去登记参选，让我能够一马当先的虽万人吾往矣。台南市现在的经济困境，需要我成大一个财经法的教授
来替台南市民一肩扛起。抽中是4号了哈，当然我希望我们台南呢在市政各方面呢都能够施政满意的哈，那么相关的这些建设了哈都能够符合我们台南市民的这个需求我期望这一次的这个选举能够事事如意事事平安。即个台南确实要大改变你来看卖咱船屋啦，海边啦，你来看40几栋拢做袂起来，迄个要有生意人来做，要有 CEO 来做。其实顶面做hotel， 做汽车宾馆，下骹1楼较做类似麦当劳安尼较做会起来，无伊安那标的无人做会起来。随后，各候选人的助选团分别进行发声助阵，炒热现场气氛。其中，吴伟霆派出一群青年团的后援会来相听，有代替抽签的青龙、有科技、文创等各界展现活力。市长挺台南青年的这个一个政策，那包括在我青农的领域里面，包括台南农业的行销通路。那包括了台南各区的联谊会的成立其实在台南已经超过1700位的青农了那这些青农呢在相关农业政策的一个农业环境的一个优化啦，然后农业基础建设的一个优化之下大家的向心力也都是越来越好。随后，市长吴伟霆在参与沙仑临港智慧交通应用的记者会中接受访问，嘛强调11月10号选委会名单公告以后，得依法请假。依法我们要请假，我们就请假就是全力投入选举，然后市政交给旁人帮忙，大概是这样。那我也会这个权利其实现在已经很多时间我本来的想法就是把市政做好，选票自然来，但是选举的攻防难免所以说接下来还是要投入选举。外界拢讲，这届选举做冷，所以利用抽签，各候选人嘛趁机会做势，争取选民支持。台南新闻军及张硕伟采访报道。市府率先全国提倡5G 台南队以后，日前伫个桂林沙仑，就希望会当将智慧科技运用伫个交通顶面，来解决民众上界关心的行车安全、甲塞车等等的问题，要将智慧交通的成果普遍来落实。市府为了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目前为伫桂林沙仑的新片道路当中，嘛导入人工智慧的应用。原来是一旦驾驶因为光线，或者是视线盲点会威胁过路民众，现场都有所谓看板的发光来提醒。另外，若真切到当地车流量上大，卖提早提醒驾驶来换路线。这应用的技术，拢是市府甲国家法定委员会合作所展现安全袂塞车的成果。事实上，所谓的5G 的台南队是台南市政府第一个倡议起来的。那今天也非常高兴看到非常进一步的这个具体上的一些成果那事实上，台南在从事这个5G 示范性实验，还不只是这个案子我们另外还有，我知道还有一个是智慧制造的部分就是先锋机械跟大雅电缆的这个合作的案子。那一个的成果发表会，事实上我也有参加。透过 AI 来收集这个数据，来提出警示，让驾驶人做出选择。透过 AI 来这个提醒驾驶人前面有事故，或者前面有这个人来通过马路，或者透过 AI 来告诉你，这个前方这个车流拥塞，你可以赶快 detour， 赶快去找这个替代道路。这样的话可以节省驾驶人塞在路上的空间的时间，节省驾驶人许多不必要的时间，还有这个车流的浪费。所以我们这个是一定必要的马步，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成果发表，能够让大家更了解
有举团队的概念率先全国成立以后，目前在伫沙仑的区域来示范，然后卖将研究成果运用伫南科等所在，除了让市民伫行车路顶的新体验，重点嘛是要让整个城市的用路安全加行车的效率有所提升。台南新闻管局张树维采访报道。主席这几天致力伫全台湾的学校设立禁书阅读书轩。台南市的大港国小是全台第209间，也是台南市的第36间。将学校老旧无咧使用的合作社改造成书轩，希望优质的阅读空间，会当互囡仔更加喜欢阅读。大港国小110学年度禁书书轩揭牌，3、2、1。请揭牌，掌声！主席禁书书轩伫台南市大港国小设立，是伫全台湾的第209间。书轩环境舒适，而且非常的水。书柜甲椅仔嘛是用环保材质制作而成，提供书生一个优质的阅读环境。特别要感谢我们护持人郑锦秀女士，捐赠所有的书柜、桌椅。还有钟鼓以及所有的画作，还有书籍。借着珍贵的资源，希望囡仔会当好好读册，勉励会当尽心思考，将书轩的效益发挥到上大。透过好书启发每个孩子的心的好的念头，因为这是他。长长久久会带着，一辈子会带着的。不只是知识，现在电脑啊、资讯很容易都取得，网络啊，或者都可以很容易取得。但是你要帮他挑选好书。主席禁书书轩这几档亲力校园，目前为止伫台南设立超过36间，为囡仔提供好的环境，提升囡仔优良品质。它很像在播种。然后你在播种，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芽，因为我们没有所求，没有说你来了你要做什么，没有，就是播种。那会很多人灌溉嘛，就是有老师、有父母、有社会，他就这样浇水、太阳，然后这个种子它就会一天一天长大。那这个长大就是说它的熏陶，我永远相信熏陶很重要。那你周遭都是这些好书，这就是一个美好的熏陶。大港国小致力推动双语教学。得到台南市双语子幼学校优点，学生以大港航海王为主题来介绍禁书书轩。学校嘛递赠感谢状以及手艺品，予主席禁书书轩营运长蔡金儿。未来将会有1000多名的师生以及家长受惠，成为老师教学以及亲子读册的空间。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
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伊就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在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菲菲艺术展迈入第4届，提供不是课本、不是专业的艺术家作品有展出的机会。今年呼应创展人许文龙先生的“灵与无限大”，用灵智荣耀作为主题，让展览的作品更加精彩。菲菲艺术展伫2007年创办，今年来到第4届。展览互无受过专业艺术训练，也毋过热爱艺术创作的朋友，拢有机会展出家己的作品。我们第4届菲菲艺术展是从2007年在长荣大学陈景珍校长所创办的一个艺术展，是为了要纪念以及感谢我们许文龙先生巨大的金额借给长荣大学，然后都没有拿到任何的回馈什么的，他就是要帮助长荣大学，所以陈景珍校长就创了一个第1届的菲菲艺术展。这摆组织一国内外的菲菲艺术家共同参与，展出的作品类型会当讲是非常多元。这摆展览嘛向南美馆借着奇美创办人柯文龙先生的雕像，同时也有响应国际铜雕大师的作品。画作的部分是这摆上为特别。我的意思是，一个男人他应该有很大的天空，那很大的大地，很大的发挥的空间，但不要去识薄它。如果被绑住了像这样，你再伟大，你都是会一个头两个大。那这个话是这样，是应该大家每个人都有很多自由的天空，让它挥洒。我想我们的作品包括借展的、有立体的、有平面的。那我想非科班出身，其实最主要就是把你的艺术的想象，透过你的创作，然后被看到。那创作的题材，我想是不受拘束的。怎样的一个艺术创作，只要你觉得它是一个能够把你的理念展现出来的，我想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创作。这摆以灵智荣耀为主题，是呼应奇美创办人柯文龙先生伫2018年所讲的“实业家实现意义无国界，零到无限大，一生的梦想超乎想象零的荣耀”。秉持着这款的精神，让展览非常的精彩。展览预计伫11月的时阵，伫台南艺术大学校庆的时阵展出。
到时阵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前往欣赏。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为了提供新长者方便接送的服务，信条工业董事长用太上皇宫的名义，捐赠一台航空巴士给台南市。市长黄伟哲嘛会将感谢状肯定企业回馈社会用心。担任台市太上皇宫宫主的黄妙英，本身两骨甲心脏问题，出力拢需要坐轮椅，可以亲身感受新长者的不方便。加上有一天新民感应，解讲台南需要一台富康巴士，所以就鼓励担任信条董事长的兄哥黄世忠出钱来回馈，捐出一台造价超过100万的爱心。因为哥哥和我姐就是新潮的董事长跟地潮嘛，他2间都是他的工厂，他钱给我，他捐去给我们太上皇宫，那我就问神明他要干嘛，就捐车子，最基本的啦。对，我们有能力还是希望能够再增加啦，比较好的啦。为了肯定信条企业甲太上皇宫的盛行，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到场感谢，予台南超过10档的富康巴士会当台湾提供新长者就医、复健等交通需求。因为车子行你开吼，都会浮起嘛、捞起嘛，那所以我们大概维持100多部、150几部的这个车队的规模。那也谢谢太上皇宫各位师兄师姐，在我们皇公主的领导下，能够对社会公益这个勇于捐书这点，我也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朋友，感谢太上皇宫，也嘛感谢信潮工业，也要祝福各位师兄师姐还有公主，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多行善事必有福报消局指出，台南市新庄人数到今年9月底总共98600多人，其中肢体障碍的占约3成。为了服务这群弱势，感谢真侪爱心民众甲企业团体持续投入交通接送的爱心资源。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位伫高雄莲雅市场内面的一景点，专门贩卖韩国料理，不止装潢变成市场的特色，为了让料理会当更加符合买菜婆婆妈妈的口味，头家特别用心做调整，所以嘛，让这景点拥有真侪市场的人客。就菜市场内的一角，一栋老房子的1楼被改装成开放式吧台，挂上灯泡，暖黄色的光为小店拉满氛围感。因为那个看起来，对啊，那个漂亮啊，然后那个，气氛也是不错啊，对啊，那个有一点那个蛮特别，所以我这个去看看呐。其实我们也没有做太多装潢，我们只是做这个吧台，还有一些灯光，然后加一些装饰而已。然后之前还有客人在那边求婚，然后还有客人在那边拍婚纱。泡菜煎饼在锅子上被煎得外酥内软，小店用简约新颖的外装吸引路过民众，再用香气虏获饕客的胃，甚至有日本顾客一试成主顾。1个礼拜1次2次，对，但是那个那个生意很好，所以来的时候几乎买完了。对，我来12点半来的时候已经那个买完了。老板过去曾经在商圈开过韩国烤肉店，后来考量租金成本后，决定转战传统市场。但要在菜市场让卖韩国料理的小店站稳脚跟，一开始并不容易。一开始的话，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卖什么，他们可能会怀疑说到我们在卖是做什么料理，还是什么奇怪的东西。但是后来他们尝过之后，也觉得我们东西好吃，然后就有口碑的相传方式越传越多。现在很多附近大哥大姐都蛮喜欢我们的料理的。为了提升到传统市场买菜的民众对于异国料理的接受度，老板下了不少苦心，更特别调整料理口味，用心的装潢加上不断的尝试，成了小店留住顾客的秘诀。记者潘志光、苏玉文高雄报道。肉圆是台湾的特色美食，不管是用吹、用煎的，拢有真侪人喜意。高雄凤山就有一间专门咧卖笋干肉圆，将近30档的老店，酥酥脆脆肉圆皮，加上料好实在啊，互人食过就真思念。有节奏的把粉浆抹上小碟子，另一边将粗绞肉馅与酸香笋干塑形后放在粉浆碟上。父子俩熟练的分工，肉圆大军们逐渐排满整张桌子。
等待入锅蒸煮。对于做肉圆快30年的老板来说，这是他们的日常，也是研究多年的心血结晶。阮这是拢温体的后腿肉啦，阮就切了焦焦的，安尼做安尼。这嘛粗小肉这较粗的哇，重点是笋干，笋干是买先，但是要得油的，就是简单的配方呢，较古早味啦。蒸好的肉圆外皮晶莹剔透，放凉后就能下锅油炸。与外面油泡肉圆不同的是，老板的肉圆炸过后表皮酥脆，微带气泡感。因为油炸温度较高，必须靠不停翻动才不会烧焦。起锅后趁热剪开，光听声音就令人食指大动。再淋上酱料，就是这样的美味，吸引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伫遐食介久啊，食几十档的啊，伊用钱的吼。肉丸较袂感觉嫩格格啦，感觉口感很好啦。几岁来买啊？大了，卖肉嘛诚多啊，但是一间我会感觉较好食。82年开始卖嘛，到今年我29年啊。因为阮爸爸是彰化人，是我也无做一小生意好，就能娶某生囝，就当遐家学一个入门的功夫。即摆咱当来时阵。我搁家己慢慢研究啦，对头到尾头研究半年外，较开始有正式营业，毋过营业生意嘛无好啦，尾一直改良到即嘛。鱼汤毋过伊其实是福州丸啦，还是要特别请人做的。伊外口是迄种大白鱼酱类芳的，内底是有包鸭、肉臊迄种的，迄种那算较属于咱顶头，就是讲台中彰化迄边的口味啦。可能南部遮较少人咧卖啦，就食看卖我是人客感觉口碑还阁袂歹啦，系啊。搭配肉圆的汤品，除了料多味美的四神汤，老板更选用包有内馅的虱目鱼丸，比一般鱼丸多了肉的鲜香与另一种口感的惊喜。能在竞争激烈的肉圆市场站稳脚步，老板用心研发的口味，绝对值得您找时间来品尝。记者肖怡轩、蔡怡文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